大家好，我係愛君，40幾歲中女，咁按摩推拿已經有好多年啦，咁做呢個正宗嘅找龍筋都有10年8年嘅豐富嘅經驗。我粗略嘅計算一下，所做嘅客人都有上萬人次啦。找龍筋呢都會分級別嘅，原嚟打飛機都係屬於找龍筋嘅一種，只不過呢佢嘅級別係最低嘅級別。我做嘅呢就屬於中級別，係調理型嘅，可以預防同埋提升呢個性功能，對於你嘅問題可以有效嘅得到緩解同埋改善。嚴重嘅當然係要揾醫生啦。咁今日呢再講一下呢個前列腺，因為呢個前列腺係非常之重要嘅，所以要多講。咁你哋知唔知道前列腺嘅大敵係乜嘢啊？咁答案呢就係呢個性生活就過得太多太頻密啦，發射得太多，咁導致呢個充血過度產生炎症，又或者呢就係過度嘅壓抑呢個性慾啊，好耐都唔發射一次。前列腺入邊嗰個液體會大量嘅囤積，太多啦，產生呢個無菌性嘅炎症。過呢個性生活過得太多又係唔得，過得太少都係唔得嘅，適當就係最啱啦。咁體外發射自慰，咁前列腺都會係充熱同埋腫脹嘅，一樣都係會產生呢個炎症。仲有呢個經常嘅飲酒、空酒，食過於辛辣刺激性嗰啲食物，會刺激到呢個前列腺，同樣都會產生增生、肥大，同埋呢個大便就唔得通暢。咁如果你經常嘅去飲尿，飲水又太少，呢個尿液嘅濃度呢就會變得好高，咁排尿又少，咁尿入邊嘅毒素呢就會囤積，又會好多啦。咁有害嗰啲物質呢又會損害到呢個前列腺。咁我做找龍筋呢嗰個時候呢就會加埋做呢個前列腺嘅，喺肛門入邊嘅推按嘅，可以激活呢個睾丸嘅細胞，增加呢個雄激素，血液循環自然就會變得更好啦。咁勃起嘅時間當然就會長咗同埋堅挺嘅，俾到呢個海綿體呢又得到呢個充血，陰莖自然就會增大啊。咁生殖呢個神經系統呢就會得到調整，改善呢個早泄同埋陽痿嘅皮炎啊、難勃起啊、尿頻等呢啲性功能障礙嘅。咁我愛君而家就喺觀塘工作啦，開工時間就係早上嘅9點到夜晚嘅9點。咁有需要揾呢個正宗嘅找龍筋同埋正宗嘅找鳳筋嘅哥哥姐姐，咁不妨嚟揾下我愛君試下呢個純手法啦。咁我會好認真嘅做到最好，要先預約啊。